勞斯萊斯即係 RR 嗰只咧就紅色啦，咁最近就升得急嘅，但係之前有好長嘅時間都冇乜表現嘅，即係可以咁講，20年都橫行。中間就已經係2004咁樣啊，即係其實你睇到20年嚟，紅嗰隻都係橫行嘅，嗯，綠嗰隻就 GE 啦，GE 其實都多事幹啦，大家知啊，即係金融海嘯嗰陣時響當當嘅名，咁就呢隻仲叻，差唔多30年橫行。唔係你唔好理佢最近急升一回事，但係即係嗱，你都知道咧，我哋睇股票有啲巴菲特 feel 嘅，即係都係要睇到幾長先啦。因為你睇賺錢盈利一盤生意，我唔係話今日擠錢落去，聽日又有嘢出㗎嘛，即係係。你真係要數以十年計，尤其是你啲做飛機嘢，即係講緊一個咁大嘅投資，搞咁耐係嘛？即係買隻飛機都唔係一時三下事啦。如果咁講咧，藍嗰隻即係 RTX 咧，就嗯。好明顯係最